其實今年嘅對公眾對港大嗰個嘅睇法咧係即係嗰個嘅可以講係有負面嘅睇法咧，我哋覺得係好一致嘅，包括係喺嗰個民意調查裡面嘅結果啦，包括喺個校長排名啦，而喺學界同埋呢一個嘅即係民意調查，甚至咧係嗰個即係講嘅 sample size， 即係嗰個調查數目唔係太高嘅，但係仍有一個嘅指引性嘅一個畢業生嘅表現方面咧，我哋都問僱主，即係有啲會請大學畢業生嘅僱主，究竟咧即係你最想請嘅畢業生係邊一啲嘅院校咧咁？其實舊年咧就係中大，今年亦都仍然係中大，咁相信咧係會對呢個嘅中大今年嘅畢業生咧係有一個好大嘅即係就業信心啊！咁而理大嘅以往咧我都睇到咧理大嗰個嘅排名係好嘅，咁就由過去嘅第4位咧，今年係上升翻去第2位。咁亦都睇到僱主其實都好就住嗰個人咧，係咪一啲佢自己想聘用嘅人士？咁呢個亦都係令到香港嘅畢業生有一個喜訊啊！咁至於港大咧，佢嗰個嘅2014年嘅即係首位啦嚇，佢係一路跌嘅。咁舊年咧係第3位，今年咧係都係頭4位裏面係最低。咁所以我哋都睇到咧係整體嚟講咧，今年嗰個嘅港大咧係為咗過去一連串嘅風波係付上代價嘅。當中咧就中大就有16%啦，同舊年一樣，佢都係第一㗎啦。而今年第2咧就係理工大學啦，就有13%，明顯比舊年嘅7%咧係多咗6個百分點嘅。舊年佢係7%咧係排第4位，今年就升高咗啦，去到第2位。咁第3位咧就今年咧就係呢個科技大學嘅有13%，而今年第4位咧就係Hong Kong U 啦，就有10%。